代，大陸拍攝咗大量嘅清宮片，最初只係一啲皇室貴胄嘅情情塔塔嘅故事，娛樂性亦都十分豐富，就好似無線劇集《我的野蠻奶奶》咁，無傷大雅，亦都好受觀眾嘅歡迎。但係後來呢，就出現咗以歷史劇嘅手法歌頌清朝嘅幾個皇帝，將佢哋描寫成豐功偉業、漢滿一視同仁嘅千載明君，好似完全冇發生過。清兵入關之後殘害漢人，揚州10日加定3族，慘酷嘅情況比起日寇侵華嘅南京大屠殺不請多樣。記住嗰幾個皇帝仲大興文字獄，濫殺文人，株連九族。喺漢人嘅眼光裏邊，佢哋並唔係什麼千載明君，而係暴君，滿手沾滿漢人嘅鮮血。其次，清代末年，外國瓜分中國，佢哋仲話寧賣國於外人，唔輕易與家奴。所以有啲華僑就話呢啲影片應該唔會係嗰啲甘願為家奴嘅漢人所投資，好可能係一啲滿清嘅後人喺改革開放之後賺咗錢，投資影片嚟為滿清招魂。雖然影片嘅頭或尾都嚟一句故事純屬虛構，但係就有冇用影視嚟做手段混淆歷史嘅視聽嘅嫌疑呢？